2006年，側田正值事業高峰，要鬥搶銷路嘅傳媒見到呢個樂壇最強新人彈出，八卦雜誌便利一於出招，將鏡頭對準側田頭上嗰一頂帽。我係一入行係1個月都冇啊，喺對面租咗個 apartment， 揾呢個機射入我屋企嘛。結果佢哋偷拍到新晉女歌手林苑出入側田屋企，更加影到側田喺屋入邊冇戴帽，見到頭頂上面嘅頭髮稀疏，同地中海跡象清清楚楚。更離譜嘅仲未講到，記者竟然攞走咗側田屋企門口嘅垃圾，聲稱喺垃圾入邊揾到成人用品同一啲用完嘅紙巾，甚至拎去化驗，報道話結果涉及健康問題。埋尾仲要揾蘇文峰講下 M 字額男人嘅特質，仲要話側田有女人緣，全方位大做文章，完全零專。結果第二日雜誌報道一出，就好似放下震撼彈一樣，全城譁然。一夜之間，側田長期戴帽之謎就變成大家茶餘飯後嘅笑柄。第一下嗰個打擊係好大嘅，我要快速去平反，要交代。競地人黃柏高震怒，即刻開記者招待會，聯同古巨基、楊千嬅公開譴責雜誌嘅行為，做一個面對傳媒嘅交代，反映翻點解大家唔支持翻樂壇，傷害一個咁有潛質嘅新人。呢下嘅快速回應係令到側田係攞翻佢應該嘅尊嚴。就喺呢一場風波之後，側田迎嚟人生第一個紅館歌唱，連黃柏高都諗唔到，偷拍事件反而令到側田人氣更加飆升。處男演唱會竟然用短短10分鐘內賣清所有門票。